长官好，白慧同志，我是来换药的。我知道，葛主任跟我说的。你坐下来。哎，今天中午看你英文讲得很好，学过啊？会一点点。在哪儿学的？我小的时候在教会学校的时候学过。教会学校？那是很小的时候了。我爸出川打仗，我被人贩子拐卖，那个时候很小。后来逃出来之后，就到了教会的孤儿院，在那儿学了一点点。话说那还是解放前的事儿呢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。那是一段吃不饱穿不暖，还经常担惊受怕的苦日子。对不起啊。是。张岩这个人可不简单，你觉得雪狼会是他的对手吗？一明我暗，再完美的防御也会有纰漏。好，说得好。发电。针对中共的水滴工程，特启动盘石行动，由你全权负责。是。赋予雪狼在卢门的全权职责，整合卢门外勤力量，全力破坏水滴工程。敌机场扩建，所以在这里炸山采石料的。看脚下啊，来，走去那边看看。从这边。咱们爆破组进了多少炸药，用了多少？哑炮的处理都有记录吗？有记录，我们是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守则的。咱们这爆破组啊，现在有多少人？33人。你这是枪伤？嗯。你真的见过特务啊？是不是还跟他们战斗了？这是我们的工作，没什么的。这次迎接专家团的节目演出，领唱应该能落到我头上了吧？是呗。哎，还有这次他和季专家的事儿，全厂区都传开，又不止咱俩说，你说他怎么能跟个没事人似的呢？他们这么说你，你就不着急啊？没什么可急的，无中生有呗。等一下。哎，你们俩亲眼看见了啊？问你们话呢，亲眼看见了吗？没有。没看见，在这胡说八道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活太轻了是不是？把你们闲着了？团结，团结，用不用把这2个字刻你们脑门上啊？真是，赶紧工作去，快去，快去啊！哎，这葛主任说话可够脆的，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我先帮你包扎好。不是我跟你说，你听见没有啊？我知道了。庞公安，我能叫你姐吗？真的。行啊。谢谢你。哎，刚才他们说的什么领唱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了迎接专家组，厂里要准备一个誓师大会，有演出要选领唱。我其实没想跟他们争。这有什么争不争的？你是不会唱还是不敢唱？都有吧。走。去哪儿？练嗓子去。哎，不耽误你工作吗？不耽误，走吧。丁杰，去西门看看。是。
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相对不用说出口，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儿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以沉默表达，汇聚成铁流。哎，别停啊，接着唱。继续吧。季专家，我说陈队长，你不会跟庞红梅一样处处盯着我吧？我就在厂里溜达溜达，我也不出场。怎么可能呢？我跟你一样，也是出来溜达溜达，顺便透透空气。相对不用说出口，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。你还别说，唱的还真不错。是啊，哎，你说这要庞红梅站在上面，会是什么惨状啊？虽然没听过，但也不难想象，也就比那破锣好点吧。你这话要让庞红梅听见啊，她饶不了你。哎，这我倒不怕，当她面我也敢说，还不如破锣呢。雪狼有了新的指示，这回不是一个专家，而是全部。咱哥俩这回得弄个惊天动地的项目。这雪狼给了咱什么好处啊？要弄这么大动静？对了，让你弄炸药弄了没？弄了。还有啊，上回让你弄的那个小铜片，你得多给我弄点。行。咱现在公安开始查爆破组了，我时间可不多。就这2天吧，你那边得做成无头账，让他们无从下手啊。熬过这2天，咱哥俩就去台湾享福去了。组长，现金好了。组长，保障区安全。老范，准备起爆。好。大家都注意了，听我口令啊！3、2、1，起爆！不对，炸山怎么会有这么大动静？走，去看看。炸住了！炸住了！忍着点哈。去那边有护士啊。没事，给你包扎好了啊。赶紧处理一下。来了，主任。别乱弄，很快就好了。怎么样？还疼吗？忍一下。止疼药啊。药在这儿。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里还疼吗？哎，季专家。好了，我看一下啊。给你包好了。手术室，快这边。护士。护士，怎么了？来个人扶一下。护士，来个人，来。来，小心，来了。慢点。他的手受伤了。来这边跟我来。好。来，赶紧把针打上啊，消炎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也是一技厂的一份子啊，当然得来啊。包好了，自己不要沾水啊。炸山怎么会炸到人呢？厂长，您先别着急啊，他难免会有意外的嘛。爆破组是怎么搞的？谁负责？韩厂长，查清楚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故？是。不应该是意外。为什么？你想，每次爆破作业都是经过精密计算，是可控的。你清楚啊这点？我刚来，什么也没参与啊。马上就需要你参与。什么意思啊？红梅的意思是，如果这不是一场意外的话，极有可能是有人蓄意造成破坏。既然爆破需要经过计算，肯定会用到你的知识。红梅，跟我来这边好吗？是，先过去了。快点，这边，小心点。好，这边。季专家，先救人。是。韩厂长，韩院长，肖院长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
受伤的人太多了，重伤的就有好几个，得马上输血，但血库里的血不够啊。我是 O 型，万能型，抽我的。别，你是专家，抽我的。专什么家呀？救人要紧，在哪儿？啊，白慧，哎，带他去输血。是，跟我来。陆成，陆成，赶紧下通知，厂里各部门安排人献血，快！好，我这就去。献血的人越多越好。这打多少眼儿放多少炸药，不都是计算好的吗？那怎么会出事儿呢？按说不能啊，这一炮8个眼儿，每个眼儿放多少滴药，我都算好的。你看，我这都有记录的。这么大事故，必须得查清楚原因。对，一定要查清楚。你看我们爆破组这小一半人都进医院了。是啊。红梅，把炸药的出库还有使用记录全部带走，回去仔细核算。这就要完了？这才200啊！多抽点就能多救一个人。那你要抽多少呀？400。那么多？那你身体吃得消吗？这400才相当于成年人血量的1/10，48小时就恢复了。没事，抽。你懂得还挺多的。那我抽了。抽。季专家。杜主任。你好。哎，白慧，怎么给季专家抽这么多呀？是我要求的。哎呦，不行，您是专家，这哪行啊？白慧，你心也太大了，你不能这么由着他呀。葛主任，我年轻，400毫升没问题。但是您回去啊，得多补充营养，多休息，知道吗？哎，对了，葛主任，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哎，1死13伤，这也太严重了。咱们都已经算了3遍了，每次的误差都在1斤半左右。这1斤半的炸药，怎么可能会造成这么大的事故？有没有可能数据造假？那不能，这白纸黑字、签名按手印的，谁也不敢。陈队和光明不是去调档案了吗？也许他们会有线索。季专家，陆秘书，季专家，葛主任，哎，在食堂没看见你，饭给你送来了，趁热吃。太客气了。季专家，献了那么多血，有没有觉得身体不舒服？就是。我给你检查一下。哎，不用，才400毫升而已，不用检查。我能写能算，不耽误。那也得检查一下，来。就是啊，韩厂长说了，要好好照顾专家。行，来，坐。来，坐。包子，还真有点饿了。哎，没事，陆秘书，我来。啊，好，专家就是专家，这圈圈点点的，我们也看不懂啊。季专家，您的这个血压呀还是有点低，一定要注意休息。好，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得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好。红梅同志，葛主任，陆秘书也在。那你们先忙，那行，我们先走了啊！哎，慢走。哎，忙。哎，注意休息啊，季专家。好。行啊，这个点还有热包子吃，倒也不错。几个包子倒也不错了。肉的还不行啊？你找我来，不会就是为了来聊包子的吧？我是想来告诉你，我的判断是正确的。这事儿真得需要你参与。来，给我算一下，这个炸药数量和爆破威力之间的关系。这种低幼级的计算没兴趣。啊？什么叫低幼级的计算？我跟你讲，这一次爆破很可能和迪特的破坏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排查这个原因。不是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研究这个炸药数量和这起事故的关系。你就说一句，你帮不帮吧？要我帮你也行，但你也得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我算出来之后，请你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比如，别比如了，你直接说个数。这样，出场你跟我保持20米，在场内我麻烦你给我一点私人空间。其实我知道，
你整天跟着我你也烦。你放心，不管我去哪儿，一定提前跟你汇报。行。明天去现场，我要做现场实验。季专家，炮眼打好了，还有你们平时的操作，该放多少炸药还放多少炸药。明白。季大阳，这都这么半天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到底在干嘛呀？张局长不是说过吗？啊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是啊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可这本质是什么，你也得给我们交个底，让我们学习学习。我想测算单位质量的炸药对这种岩石产生的爆破力是多少，想要得到数据，炸。安全！季专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陈队长怎么把季专家叫来了？这要爆破太危险了。季专家，你还是赶紧回厂吧。陆秘书，这炸药的威力呢，我们还是知道的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那万一出了危险，我可当不了这责任啊。陆秘书，我得通过计算才能知道事故的真相。我们请季专家来，也是为了调查爆破事故的线索。为了破案，那别嫌我唠叨啊，一定保护好专家的安全。写什么呢？不懂，账目上的数据都准确吗？每次出货、进货、提货、使用剩余入库都清清楚楚。如果数据没错的话，昨天炸药的使用量比预定标准多了2公斤。谁能说得出来？更麻烦的是，你们丢了5公斤的炸药。啊，不可能！这怎么能丢呢？5公斤，那是10斤啊，这么多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就是那10斤的分量，那也不轻啊。丹阳，你确定吗？这可不能乱说。我的老师告诉我，实验结果就是真理。丹阳，你能不能再讲明白一点？就是季专家，你能不能跟大家伙说的明白一点？那你这是怎么算出来的？听不懂啊！1公斤 TNT 所产生的爆炸能量约为4200千焦。通过多次分量添加炸药的爆破，可得出炸药对于岩石质量产生的应力波数据。再结合这次的抛掷爆破漏斗半径，可得出昨天炸药的使用量大于预定标准，估算约多了2公斤。再结合账目上的数据与实际开采量做比对，可估算约有5公斤的炸药没有转化为爆炸能量。哇，真是专家！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？帮助实在太大了，谢谢你。哎，行啊你，真够专业的，让你算出来了。我就说吧，真得需要你帮助。记好你的约定，20米。结果，谢谢。明白。就是这怎么能多丢了5公斤？怎么回事？啊？炸药放在眼前就能丢了？赵组长，哎，通知爆破组集合。队长，这份名单已经核实过了，只有3个人没有来。夏从军请了病假，单周去省城买设备，走了3天，剩下的就是这个钱大勇。都说他爱耍钱，罪有可依。朱燕，朱燕，同志，看见钱大勇了吗？钱大勇？对，完全没看见，估计他就是打牌去了。公安同志，这还调查呢，太辛苦了吧这？鞋刷的挺干净。啊，这还行吧，这得感谢领导，你知道吧？这是
怕我们砸伤脚，给爆破组每个人一人发了1双，这不得爱惜点？皮的。看见钱大勇了吗？没有。这个人呐，但凡有点时间就得去耍2把。哎，这你看，就这衣服啊，过了遍水就挂起来了，他没时间。哎，对了，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，神出鬼没的。好，你先去忙吧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辛苦辛苦啊！报告是有人多放了炸药，所以才导致这次的爆破超过了预定的威力和范围。而且更严重的是，根据技专家的计算，爆破组丢失了5公斤的炸药。寻常小偷不会偷这么多炸药，这个偷炸药的人一定是有其他目的。大家都知道5公斤炸药的威力，有没有目标？现在爆破组的钱大勇很可疑，事故发生的时候他在现场，事故发生之后已经不知所踪。而且档案显示，这个钱大勇今年34岁，卢门本地人，去年入的厂，亲属只有1位姐姐，远嫁到了合川。这个钱大勇和张阿水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？目前还不确定。楚公带领团队，马上就要抵达卢门了，立刻通知铁路系统，楚公他们就改专列来吧。时间呢，推迟8小时。还有，铁路沿线一定要严格排查。明白。还有你们俩立刻去追捕钱大勇，一定要找到5公斤炸药的下落。是。好了。好。把这给我拿给我看。主公，这有您的一封信，专人从龙门送来的。铁路方面说火车掉头，我们预计要在这儿停留8个小时，估计得在这个小站过夜了。喜文啊，你们都过来。怎么了，主公？来来来，怎么了，主公？哎，季专家，你这刚输完血，怎么能乱跑呢？哦，我来取点止痛药。止痛药？你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偏头痛，老毛病，这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。那你这样的话更要多休息了，而且不能用脑过度。是药3分毒，能不吃就不吃。是，道理我懂，但这……对了，采石场丢失的炸药真的是你算出来的？传得这么快啊？我们刚才都在议论，你跟红梅姐都好厉害，一个能文，一个能武。谈不上，我也就是帮了点小忙。哎，红梅姐呢？她没跟你在一起啊？在厂里，她也不用在那儿都跟着。那你要是不乱跑的话，她也不用那么辛苦。这从专家楼到厂医院，要是这么近还要跟着的话，那真成24小时贴身护卫了。那你不是专家吗？白慧，2号病房。哦，来了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先忙。哎。白慧，白慧，小心！白慧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不知道，好像是扭伤了。我说你也不小心点儿。我真没看见那儿有一桶水。没事，不打紧。哎，你千万别揉，你这个得冷敷，越揉第2天肿得越厉害。季专家，亏我还是医护人员呢，这些都是应该我向病人说的话。你把我说的都不好意思了。你先在这别动啊，我去想办法。哎，不用。
事情怎么能麻烦您呢？白慧，要不带你回去吧，正好我要找葛主任反映一些情况。哦，好啊，那我就不耽误你们工作了，你们聊吧。哦，走吧。哎，慢点啊。嗯，谢谢你，季专家。扶稳点啊。哎，好嘞，放心。小慧，啊，你脚还没好，不赶快吃饭干什么呢？我有一个朋友受伤了，但是我怕他留疤。哎，我记得你之前有过治这类的药。哦，你说的是这个女公安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上次来这不包着纱布呢吗？药在了这个药柜最底层，倒数第2个抽屉。啊，知道了。嗯。哎，我还有一个朋友，他有点偏头疼，睡眠不好，你有没有办法？说的是那个季专家吧？你怎么又知道呀？上次爸爸给他看嗓子，给他把过脉的。啊，哎，小慧啊，你怎么现在跟人家走这么近呢？秘密，你在哪儿？行，药柜第4层第1个抽屉。啊，好嘞。嘿，这孩子。找着了。快来吃饭吧，都凉了。来了。瞧自己还一学一学的。人家这些人才来了几天呢，你现在就跟人家亲密无间了，你这成了？那不好吗？季专家和红梅姐都是特别好的人，正直、优秀，拔刀相助的那种。还拔刀相助，难不成他们还成了3侠5义的人了？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是。反正我是挺喜欢他们的。哎，白慧，怎么又把药拿回来了？红梅姐出去了，专家楼我又进不去，只能拿回来了。没事儿，不着急，他们又不是不来厂医院了。可是我爸说这祛疤膏药得赶紧服，再就是季专家，他也不能总吃西药止痛。白慧，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你这在给专家送药，那流言蜚语真得满天飞了。我也担心这个。哎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去食堂，把药放在他们的饭盒里，这样他们吃饭的时候不就能看见了吗？别人又不知道，是吧？他来了，小点声。难得一上午不见你，吃饭的时候又出现了。我是饭桶啊，出任务去。怎么了？里边有东西。别动。这么浅。往后退。中药。药包加凉水浸泡1小时，煎药时每剂应煎3次。谁给你的？不知道啊。
好，给我，你去吧。好。那，你看看，化验结果出来了，的确是安神补脑的中药。不是队长，你说这白慧也真有意思，就不能大大方方的给吗？这也没什么问题啊。红梅同志，你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白慧的话，我又不是他。我是说如果你是白慧，以现在的处境，你还能大大方方的给季专家送药吗？啊，不止这个，你的饭盒里也有。去疤膏？做过化验了，没有问题。化验的医生说，这祛疤膏呢是白慧父亲制作的。庞红梅同志，我觉得你最近精神有点高度紧张了。我还就紧张了，正好，你要觉得我有问题，你换个人跟他，我不跟了。这关键时候怎么能撂挑子呢？队长，我们在排查前男友社会关系时，发现了一个相好的，在城郊。好，行动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可没说带你啊。啊？行了，你们俩赶紧去。是。那我干嘛呀？这才是你的首要任务，赶紧解决好。家里有人吗？哎，白慧，白慧，哎，来了。哎，季专家、红梅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快请进。你爸爸在吗？我爸他去看诊了，可能很快就回来了。你们坐吧，我给你们沏茶去。谢谢啊。也不知道你们来，家里乱，别介意。白慧同志，我这次来是专程跟你道歉的。今天中午是我没讲究方式方法，没顾及到你的感受。现在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确实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不是红梅姐，你别这么说，是我做事的方式方法不对，不合理，我应该直接给你们。我队长已经严肃地批评我了，这件事情应该换位思考，毕竟你也是用心良苦。不是的，红梅姐，我其实才应该换位思考。如果真的有人把药给换了，那就好心办坏事了。是我想的太简单了。哟，来客人了。爸。叔叔。我是特意来感谢您治好我的嗓子的。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举手之劳啊！不要客气，坐。小慧，好好接待你们同事啊。哦。我爸可能是太累了。你爸爸之前抗日的时候是做什么呀？哎呀，还能干什么呀？叔叔过去呀，就是在川军呢，东奔的西跑的，去打仗的。要不怎么跟小慧的爸爸认识了呢？那您出川打仗之后就一直在龙门吗？哎呀，再早呢，在重庆。日本人呢轰炸重庆，整条街呀都炸没了。我能活下来呀，这就是万幸了，算是老天的眷顾吧。哦，对了，上次还忘了问您了，你这小同志，我们该怎么称呼你？啊，白大夫，我姓庞，叫庞红梅。你姓庞？是。你是啥子地方人呢？我北京人。哎呦，北京和咱们龙门，这可就远了。你到这儿来工作，不想家呀？我毕业之后跟着老师走南闯北，好久没回家了。哎呦，不容易。来，坐。哎，
红梅姐，你家人都是做什么的呀？啊，我父亲牺牲了。啊？我怎么没听你说过？也不用什么事都告诉你吧。你看看你们两个，年纪轻轻的，一个是大专家，一个是公安，哎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这都是做大事的。我们小慧也不错，虽然是个小护士，安安心心、平平安安的照顾病人，也挺不错的。哦，叔叔，现在都是新中国了，大家人人平等，没有这些高低贵贱之分。哎呦，说都是这么说，但实际上呢，那还是不一样啊。你们两个做的就是大事，小慧再怎么的，你看她跟你们一比，她还就是一个小小的护士，不出什么医疗事故的，我也就受高兴了。你们聊，你们聊，哎。爸，还不睡呀？还不困，我来。哎呀，你别叨了，我来吧。我来。爸，你今天怎么跟季专家和红梅姐说那些话呀？他们都对我很好。哎呀，爸爸知道他们对你很好，但是小慧啊，就这两个人，这一个呢，国外回来的专家，一个呢，这是公安，你这都够不着。什么够着够不着的呀？什么够不够得着？咱们这如果不搞这么大的工程，他们能来咱们这儿吗？等哪天工程一完了，他们又天南地北的去飞去了，你怎么办呢？听爸爸的话吧，啊，还是啊，平平安安的过好咱们自己的日子啊，这比什么都强。知道。不过你放心，咱们这日子呀，只会越过越好。小志，确定是这儿是吧？是，没错，就这儿。谁呀？啊，贵师啊，我是村长，找你有点事儿，商量商量。都那么晚了，有啥事儿不能明天说吗？嗨，这事儿挺重要的。我还是和你当面说吧。好的，来了来了。村长，什么事儿？贵师，来，这是，进。公安办案，请你配合。没事。看清楚点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包庇、窝藏犯人等于犯罪。快说，他去哪儿了？烟头没灭，人刚跑。你们两个跟我来。快点说，人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刚才那个王海上门，他就跑了。这个杀千刀的欠了王海一屁股债，王海就是盯着他不放。王海，这是雪狼的计划，请你过目。哦，很好，雪狼，不愧是你最得力的手下。看来这次我们是要给这个张岩泼盆冷水了。张局，我们与铁路沿线联合行动，铁路沿线没有发现异常情况。那这样吧，让楚公他们后天下午3点抵达卢门，不要有任何欢迎仪式，直接护送到灵务所。是。东升，到。仔细排查厂里的每一处隐患。是。还有，钱大勇那条线查得怎么样？我们突审了他的相好，基本上可以断定，此人虽然关系复杂，但不像是特务。他可是丢失炸药的关键人物啊！一定要尽快找到他。是。
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相对不用说出口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于沉默表达。汇聚成铁流，献功赴同舟，青春中化成行动。